大家平安。今天7月31日，我们要一起来到主面前，继续来读列王记，也在当中要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愿上帝帮助我们，愿上帝继续的提醒我们，生命每一天都回到上帝的面前。愿上帝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同在，也祈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上帝的同在。我们一起来敬拜，透过这首诗歌，让上帝来带领我们，也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生命带回到上帝的面前。带我进入你的同在。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肠肉体向你呼吁。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肠肉体向你呼吁。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就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这地，与我们相遇。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个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这地，与我们相遇。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
进入你的同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们相遇在这带我进入。亲爱的主，愿主你带领我们进到你的同在当中，你让我们不单是满足在现况而已，而是让我们生命里面更深的有主你的同在，更深的与你来同在，让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让你带领着我们生命的每一天，让我们不是满足现在的状况，认为现在这样做很好，而是更多的有主你的带领与看顾。亲爱的主，愿我们在当中经历你的带领，经历你的恩典，让我们更深的去享受在主你的同在里面，渴慕你永远的爱，渴慕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愿我们在当中的每一天都领受你的祝福。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你就在这当中带领着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7月31日，让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第17章第34节到第41节。列王记下第17章第34节到第41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他们到今天仍然保持旧有的风俗，他们不敬拜上主，也没有遵守上主给雅各后代的法律诫命。上主曾给雅各起名叫以色列。上主与他们立过约，吩咐他们说：不可拜别的神明，不可向他们跪拜，不可侍奉他们，也不可献祭给他们。你们要敬畏我，上主。我曾用大能大力带你们出埃及，你们要向我跪拜，向我献牲祭。你们要永远遵从我写给你们的法律诫命。你们不可拜别的神明，不可忘记我与你们立的约。你们要敬畏我，上主，你们的上帝。我就是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可是那些人不肯听，继续随从他们的旧习俗。那些人民既敬拜上主，又拜他们的偶像，直到今天，他们的后代仍然如此。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17章第34节到第41节，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今天的经文。
当我们在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也会看到，其实上帝仍然爱着其他的民族，就像是对我们一样。虽然上帝拣选着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也看到上帝他也愿意将这样恩典给其他的民族。当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其实也会看到上帝不单单只是祝福着以色列人，所以期待着说，我们领受这样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进到这当中去领受如同以色列人的恩典。就像我们在读的其他经文里面讲到说野橄榄一样，虽然上帝祝福着橄榄，但是野橄榄结枝过来的时候，上帝依然祝福。然而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不论是橄榄或野橄榄，都可能被摘了下来。所以这当中，让我们在当中回到经文里面来看的时候，去思想，当上帝要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这样承接下来？当有这样机会进到这应许当中的时候，上帝怎么样来恩待这些？当我们进到这许多的恩典的时候，上帝要怎么样来看顾与赐福？讲到这群人，他们进到那里面的时候，昨天经文讲到说，当他们住在那当中，然而他们不知道那边有上帝，他们不知道那边的上帝怎么样敬拜。当他们进到那边的时候，他们依然用着他们旧有的方式，把这一些都带进去，在以色列的土地里面，进到那当中拜他们的神，把这许多的偶像带了进去。然而昨天经文讲到说，因为他们进到那边，他们恣意妄为，所以上帝让狮子来咬死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所以有些人把这个信息带回去他们国家，因此他们的国、他们的王就差遣了以色列当中的祭司去教导他们。然而他那边也在讲到说，他们虽然开始知道要敬拜耶和华上帝，但是他们依然过着自己的日子，在敬拜着他们自己原有的神明。其实在这里面，让我们也想到说，亚伯拉罕以前也类似这样子，他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唯一的上帝，所以在过去的想法里面，都会觉得众神当中就这样拜吧，就这样拜着所有的神。在当中也让我们去思想，其实我们生命里面或许也是如此，在拜着各样的神，拜着各样的神，听着各样的生命的故事，然而慢慢的，亚伯拉罕是就这样被修正回来。那我们呢？这边讲到说，他们到今天仍然保持旧有的风俗。前面讲到说，他们从各个地方来的，他们拜着他们家族的神，拜着他们原有的神。这边讲到说，他们保持旧有的风俗，他们把他们过去的生活带了进来。在昨天的经文当中，也让我想到以前在听到的一个相声里面所说的，当二战的时候，那相声里面或许是一个笑话，或许是真的。他说二战的时候，那时候国共内战，在这些军退守到台湾之后，他们也是带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地方的习俗进到台湾来。东北人有东北人的生活方式，四川有四川的生活方式，广州有广州的生活方式，上海、北京、南京、浙江这许多地方，他们有他们原本固有的方式，来到台湾也是如此。当然生活方式，当然你的讲话的腔调，就像我们小时候听到很多外省人在讲话，就觉得有一个奇怪的口音，一个外省音。虽然我们台湾都说那些外省，但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是各个省来到这当中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他们喜欢吃的。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很简单来分，这些
是喜欢吃面条或馒头，是喜欢吃辣，是喜欢吃火锅，是喜欢吃炸物，是喜欢吃什么？其实对我们来讲，很简单的在做某些区分，但这些人他们也会有很多的分法，因为他们这是不同省份的人。我们很简单的就说外省，其实对我们来讲也很简单，有时候就会说这些是异族的人，他们拜着他们的偶像。但在昨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们所拜的很不一样，哪一个城来的就拜那个神，哪一个地方来的就拜他们某一个神，所敬拜的是不同的。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并没有去认识他们，而他们也都一直在这当中。所以这边讲到说，保持旧有的风俗，那种旧有的风俗也包含他们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敬拜的哪些的神明。当然我们在信仰里面在讲到的时候都是用信仰来看，这边讲到说他们保持的那一些，所以从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起居，他们就像我们现在说怎么吊衣服，怎么晾衣服，那衣服有什么样的样式，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会看。刚讲到说，那种外省来到这边，那外国呢，我们早期就觉得外国就是吃汉堡啊，吃牛排啊，喝酒啊，但是这当中也有各种的差异在这里面。所以在这当中各族有不同的东西，但是更重要，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更重要，这边在讲到说，他们不敬拜上主，他们不敬拜上主，不敬拜耶和华上帝，这才是最重要的。圣经也用这最简单的区分的方式，他们不敬拜上主，也没有遵守上主给雅各后代的法律诫命。一开始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么一回事，不知道什么样是诫命，不知道什么样是法律，不知道怎么样来敬拜，他们完全不知道，所以他们得罪了上帝。但是上帝给他们机会，所以这个王派遣了一个祭司来，所以教导他们这一些。这边讲到说，上主曾给雅各起名叫以色列，因着他们遇见上帝，遇见了上帝，生命不一样；遇见了上帝，他们的生命重新被定义。因着遇见上帝，上帝给他改名之后，他的生命、他的属性各方面完全不同了。在以色列当中，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上主与他们立过约，吩咐他们说，不可拜别的神明，不可向他们跪拜，不可侍奉他们，也不可献祭给他们。当我们在教会应该都会很清楚知道，其实我们都被称为一神教，也就是只敬拜这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就像在旧约那时候，单单跟随耶和华上帝。所以这边在讲的也就是如此，单单的侍奉服侍这位上帝，不可拜别的神明，不可向他们跪拜，不可侍奉他们，也不可献祭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跟上帝立过约，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在以撒的时候，在雅各的时候，这边特别提到了雅各，上帝给他取了名叫以色列，所以他们后续的这些民族也叫做以色列。当然从这当中也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以撒的时候还有以实玛利，也就是后续的以色列和另外一个。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撒玛利亚，这也算外族，其实有很多的外族在当中。
因此这边一直在提的，今天是7月的最后一天，其实也让我们回来回顾前面提到了许多，其实很重要的也就是这边不可拜别的神明。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北国这当中，从一开始的耶罗波安开始，就一直拜着别的神。或许他可以说，我做到这金牛就是像亚伦一样啊，也就是那时候带人民能够看得见耶和华上帝。或许也可以说，我铸造2个金牛，就像那时候一样啊。这金牛是上帝站在这上面，但是人们只看到金牛。虽然你可以有很多的诠释方式，但是后续人们只看到金牛，而做的事情是离开了上帝，不再敬拜这一位带着他们出埃及的上帝。因此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不可拜别的神明，不可向他们跪拜，不可侍奉他们，也不可献祭给他们。所以在这边讲到说，这些人他们进到撒玛利亚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在那边继续敬拜着其他神，敬拜这许多不同的神明。但是这边也在讲到说，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明。这也是十诫里面所在讲的，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的神了。36这边讲到说，你们要敬畏我上主，我曾用大能大力带你们出埃及，你们要向我跪拜，向我献祭。所以这也是耶和华上帝在对着以色列在继续的在说，或许我们今天也刚好，其实列王记还没结束，但是好像又做了一个总结。你们要敬畏我上主，你们要敬畏我，你们要敬拜我，你们要单单向我献祭，不能像其他的神，不能去拜其他的神，不能同时有这一些。所以这也是许多刚信主的或许多人，他们没有这样决心的时候，就会说，哇，你们的神很霸道只能拜你们的，其他的神都不行。对我们来讲就是如此，没有并行的，就只能有一个选择，要或不要。其实应该说也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进来，就是跟随，就是弃绝其他的人。所以这边讲到说，你们要敬畏我上主。所以这边一直在重申。其实有时候有些新闻也会讲到说，这是我透过摩西对你们说的，对你们所留下来的这些诫命。所以这边讲到说，你们要敬畏我。继续讲到说，我曾用大能大力带领你们出埃及，你们在那边过那苦日子，我带领你们离开那边了。所以你们要向我跪拜，要向我献祭，不要再选择其他的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三心两意，就觉得我一定要这样子吗？我不能选择其他的吗？你们要敬畏我上主，我曾用大能大力带领你们，我用尽心思帮助你们，带领你们，我用的许多的资源来帮助你们。其实在当中我们也看到，这就是人性，不管多大的帮忙，我们也常常因为某些缘故就要离开，就要脱离。你们要向我跪拜，向我献祭，不是向那其他的。前面那一节说，你们不要向他们献祭，不要向他们跪拜，不要去敬拜别的神。这边又拉回来说，你们要敬畏我，我曾经带领你们。其实也回来再看，我们曾经有这一段历史，在当中，我们曾经这样走过这一段路，你们明白，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又来敬拜我，你们要永永远远遵从我写给你们的法律诫命，不可拜别的神明。因此在当中，上帝一直在陈明这一些，也一直在陈述这一些。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怎么选择？其实有很多人选择就是什么都要，也会说小孩才做选择。在我生命当中，给你面子，
我跟着你去教会多这一个。但是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选择。在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带领人信主，有些人会带着他做一个决志祷告，也就是我要一生跟随耶和华上帝，一生跟随耶稣，我要放弃，我要弃绝过去的生活，这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这边也在提到说，你们要下这样的决心，要遵守上帝所给我们的诫命，不可拜别的神明。其实在当中也可以看到，不管在过去以色列的时候或台湾的时候，会发现说这些神明他们都有他们各自的属性，不管是巴利、亚瑟拉、亚斯他路，或者这许多的神明，他们都有某一些属性，也就是他们管理某一个区块。用希腊神话来看也是一样，他们那些神也有他们各自负责的区块。在台湾来看也是如此，台湾人民间信仰当中，这许多的神明也各自管理各自的区块，不管是雷神，或者是打仗的，或者祝生，或者是月下老人，这许多的神明都有他们各自负责的区块。而在当中真的负责这些吗？就像是那时候以利亚那时候在面对着巴利和亚瑟拉女神的这些祭司的时候，他也不害怕，而在当中也证明了你们的雷神、你们的水神、你们的火神其实都没有功效，都没有出来，完全没有帮助你们。你们在旱灾的时候没有下雨，你们在献祭的时候没有火没有雷。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去经历这样一个上帝，他帮助着我们，他带领着我们，在我们各样需要当中，他祝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边讲到说，要永远遵从我写给你们的法律诫命，你们不可拜别的神明，不可忘记我与你们立的约。所以在这里面也是常在提醒我们，其实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也是常会提醒这一个，当有人洗礼的时候，其实牧师也在提醒我们，当这个人在洗礼，在众人跟上帝面前在立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再一次的跟上帝来立约，再一次在回想这立约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怎么走，我们跟上帝立了什么约。当一个执事、一个长老或一个牧师要就职、要封立的时候，也是如此，有这样的立约。我们很多时候都把它看作一个形式，就这样过了。我成为执事的，成为长老的，成为牧师的，我拿到这些权利了。不管是利益的利或力量的利，我拿到这些权利了，这些就抛诸脑后了。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抛诸脑后了，但是上帝记得，上帝是记得的。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要常常提醒我们的生命在什么样的情况。所以牧师也常会提醒，在洗礼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那些誓约，我们还有没有记得？我们还有没有记得？所以也才会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人背弃了你的誓约，在教会里面背弃了你的誓约，在工作职场当中也常常在违约。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我们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上帝也其实也很多次都在提醒说，不可忘记我与你们立的约，不要忘记了我们当中所立的约。这种不平等条款，是上帝更大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单单的跟随他。最后他讲到说，你们要敬畏我上主你们的上帝，我就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这也常常是我们生命里面所在面对的，上帝帮助我们脱离仇敌的手。这边讲到说，你们要敬畏我上主你们的上帝，
我就救你们脱离。所以要敬畏上主，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跟随他，要敬畏他，要敬拜他。让我们能够在当中继续的回到主的面前。所以这边一直在提到的就是如此，我们的生命要持续的有上帝的同在。但是那些人不听，那些人谁？以色列人、外族的人，其实不管哪一个都不听。以色列当中只有少数的人持守了这个，即使连祭司也不一定遵守。而外族人呢，上帝也给他们怜悯，给他们机会，对他们说了这些话，让他们也有机会领受这样恩典与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算是外族人。其实我们一直在提醒，回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让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这边讲到说，可是那些人不听，继续随从他们的旧习俗。或许你会觉得很可惜，确实很可惜。但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在当中也是很可惜？是不是也在当中许多人看见了，也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这是需要一个决定的，要有一个决定，要决志，愿意跟。那我们愿意跟，是从你内到外，你的生命里面愿意让上帝来改变你。所以这边讲到说，那些人民既敬拜上主，又拜他们的偶像，直到今天，他们的后代仍然如此，一直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看，这好像又好多了。他们既敬拜上主，又拜他们的偶像。以色列人呢，他们拜金牛，他们拜其他的，不竟然会敬拜上主。所以这也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吗？许多人进到教会里面来，他觉得我何必为着这一个放弃我以前的？我加一个就好了。就像现在常爱说加一加一，我就是加一而已。我没有要放弃过去的所有，单单的跟随这个。但是我感谢主，在我们这40几年来，有很多人看见了，就像圣经里面在讲的，看见那最好的宝贝的时候，变卖过去所有的，单单来买这块土地。有很多人愿意这样子，看见这最好的，所以放掉过去的那一些，单单的来依靠。所以这边讲到说，那些人民既敬拜上主，又拜他们的偶像，直到今天，他们的后代仍然如此。最后的这段话，好像也可以为着列王纪画下一个句点的样子，为着这外族人做一个最后的一段话，也为着北国以色列人做了最后的一个注解。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第17章，虽然列王纪还没结束，虽然以色列史还没结束，但今天的经文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再次来思想今天的这段经文。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有一段默想的时间，让我们再去的思想上帝要对你说什么。
主，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你拣选我们，你让我们在当中享受在你的恩典当中。现在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愿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跟随你，也愿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愿意决志来跟随你，愿意坚持我们自己的决定跟随你，而不是坚持我们自己的决定离开了你。亲爱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有你的同在，需要有主你的带领，愿主你的恩典就在这当中帮助着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看到这些人他们所做的决定，也像是我们一样，我们在那时候也算是异族的人，但是主让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每次读经当中，在每一天的灵修当中，经历到主你的话语、你的提醒。感谢主，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不论我们是在现场或在线上参与，都让我们的心回转向你，让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感谢赞美主，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让上帝对我们说话，让上帝祝福你，愿上帝赐福于你。